池袋大甸水果撻餐廳咖啡，唔食飯都要食撻。今次要介紹呢間位池袋太陽城，咁我哋上3樓，做到同真嘅一樣。哇！啲水果撻勁吸引，咁我哋 go go go！ 呢度環境舒服，好適合傾偈。午餐跟沙律同飲品，蛋糕 set 就另外加錢。三文魚松露意粉，日本小姐姐試食都幾多汁下。佢話濃厚 creamy， 勁大嚿厚切三文魚。個鼻脆卜卜，胡米無花果醬燒律團，呢個勁 juicy， 試試先。呢個甜甜地，我自己幾中意。最後甜品梗係唔少得，完美啊！啲生果真係勁新鮮，非常有乾澤，啲人啊有甜品食就開心啊！雙眼又發光，睇佢樣就知正啊！新鮮水果就是正，俾你食一啖呢，唔食飯都要嚟食個撻啊！個價錢中規中矩，2個人加埋5800 yen，諗呢種。下次再見。